凌晨2點鐘，整個城市都已經入睡，只係剩返街燈同埋你手中嗰個發出微弱光芒嘅熒幕。唔知依家聽緊我把聲嘅你，係咪又同尋晚一樣，明知聽日要一早返工，但手指仲係不由自主淡響度滑動緊？心入面盛載住一種冇辦法同人講嘅疲倦，但雙眼就硬係唔願意合埋，好似一早睡在，今日就徹底被生活沒收咗一樣。你望住黑暗中嘅天花板，心入面充滿咗深深嘅內耗同埋無力感。你問自己，點解我連最基本嘅早睡都做唔到？點解我想改變自己嘅生活，會好似登天咁難？如果呢份深夜嘅焦慮正響度吞噬緊你，請你放低所有對自己嘅怪責，聽我同你講，呢個世界上最殘忍嘅大話，就是話俾你聽，你活得失敗係因為你唔夠自律。今晚我哋唔講成功學，唔灌毒雞湯。我想用一本改變咗全球千萬人命運嘅神作《原子習慣》，陪你一齊拆解我哋響都市生活入面嗰啲被藏得好深、好痛嘅秘密。等我用一首歌嘅時間，陪你翻掌控生活嘅溫柔力量。我想同你講一個故事，一個可能就係你，又或者係我嘅故事。主角叫阿健，一個響中環商廈返工嘅普通白領。每年1月1日，佢都會響新買嘅記事簿第一頁寫下好宏大嘅目標。今年要減10公斤，要讀30本書，要每日清晨6點起身慢跑。開頭嗰幾日，阿健充滿鬥志，連呼吸都覺得自己正響度走向精英人生。但到咗2月，公司嘅項目進入衝刺期，佢每日收工返到屋企已經係夜晚10點。拖住疲憊不堪嘅身軀，佢望住擺響門口嗰對跑鞋，突然覺得對鞋好似有1000斤重。大腦入面好似有個聲響，度同佢講：你今日咁辛苦，算啦。於是佢選擇癱響梳化度，一邊食高熱量嘅外賣，一邊無意識淡刷短視頻，直到凌晨2點，然後帶住濃烈嘅罪惡感入睡。第二日醒嚟，又是一輪新嘅自我譴責。阿健嘅故事正正揭示咗我哋每個現代都市人最痛嘅3個傷口。第一個痛點叫目標焦慮與精神內耗。都市人嘅生活節奏太快，快到我哋習慣咗用 KPI 去衡量一切。我哋太急切想要一個完美嘅結果，要求自己一步登天。當你定下一個巨大嘅目標，你嘅大腦就會將佢視為一種負擔。而大腦天生嘅本能就是逃避痛苦，結果你還未開始行動，就已經被龐大嘅目標壓垮，響無盡嘅內耗入面放棄咗。第二個痛點係放工後嘅意志力崩潰。好多人以為自律需要極大嘅意志力，但你知唔知意志力響心理學上其實係一種限量資源。你響辦公室應付挑剔嘅老細，忍受無理嘅客，處理繁複嘅文件，已經將你一日嘅意志力扣到變成0。當你拖住空虛嘅靈魂返到屋企，你根本冇多餘嘅能量去同人性對抗。癱響梳化度，只係你大腦嘅低電量保護機制。第3個最深嘅痛點係身份認同嘅自我懷疑。每一次減肥失敗，每一次半途而廢，你都會響心入面默默淡給自己貼上標籤。我真係冇用，我注定係個3分鐘熱度嘅人。呢一種響潛意識入面嘅自我否定，比起你冇養成 habit 習慣本身，更加令人痛心，亦都徹底鎖死咗你改變嘅可能。但係詹姆斯克利爾響《原子習慣》呢本書入面，俾咗我哋一劑震撼靈魂嘅解藥。佢提出咗一個好美麗，同時又好有力量嘅數學公式。如果你每日只係比尋日進步1%，只要你堅持1年，計算落嚟嘅結果是1.01嘅365次方，大約等於37.8。呢個數字話俾我哋知，1年之後你會變成比依家優秀接近38倍嘅人。相反，如果你每日放縱自己退步1%，1年之後你嘅能力同狀態會基本歸0。改變從來都唔需要驚天動地。書入面有一句話，深刻到好似一把刀，淡插進我嘅心房。
佢話：你所取得嘅成就，其實係你習慣嘅滯後指標。你依家銀行戶口嘅財富，係你過去理財習慣嘅滯後指標。你依家望住塊鏡見到嘅身材，係你過去飲食習慣嘅滯後指標。你依家每日感受到嘅焦慮，係你過去思維習慣嘅滯後指標。我哋根本唔需要去強求改變結果，因為結果只是影子。我們要改變嘅係產生影子嘅那個系統。要點樣重建系統？首先要打破身份認同嘅魔咒，唔好再同自己講我想減肥，而係要響心入面話俾自己聽，我係一個熱愛健康生活嘅人。唔好講我想每日睇書，而係要堅信我係一個熱愛閱讀同思考嘅人。當你響身份認同上做出根本性嘅轉變，你嘅行為就會自然跟隨，因為你唔再係為咗目標而痛苦地咬牙堅持，而係響度做緊真正嘅自己。聽咗咁多深刻嘅道理，今晚返去睡覺前，或者聽日清晨醒嚟之後，我哋具體可以點樣踏出第一步？結合現代都市人嘅生活節奏，書入面有3個最落地、最無痛嘅行動指南。第一個指南叫2分鐘定律。當你想培養一個新嘅好習慣，請將呢個習慣嘅啟動步驟縮減到2分鐘之內就可以完成。想養成讀書嘅習慣，唔好要求自己今晚讀1章，話俾自己聽，我今晚只係翻開書讀1頁。想養成做運動嘅習慣，唔好諗住要去 gym 房做1個鐘重訓，同自己講，我只係換上運動鞋，響客廳企2分鐘。相信我，只要你開始咗呢2分鐘，你嘅大腦就會降低防備，後面嘅行動就會變得順理成章。最重要嘅核心係你要先建立有開始做嘅次數，先至去追求完美嘅質量。第2個指南叫習慣堆疊。都市人每日都有好固定嘅日常流程，我哋唔需要憑空去創造時間，而係要將新習慣寄生響舊習慣上面。你可以用呢個公式，響我做完某個舊習慣之後，我會立刻做呢個新習慣。例如，你可以同自己講，響我每日咖啡機沖好第1杯咖啡之後，我會響位度閉目冥想1分鐘，或者響我放工踏入屋企門口，除低對鞋之後，我立刻換上做運動嘅衫。借用舊習慣本身自帶嘅大腦動力，你就完全不需要額外消耗珍貴嘅意志力。第3個指南叫環境設計，永遠唔好試圖去挑戰人性。人類本身就是環境嘅產物。聰明嘅人會去主動設計自己嘅生活空間。如果你想少啲刷電話，放工返到屋企，請將電話擺響另一個房，或者放響高處需要搬凳先攞到嘅櫃入面，增加壞習慣嘅阻力。如果你想多啲飲水，請響你返工張台、床頭、客廳、電視機隔離都擺一杯裝滿嘅水。當好習慣變得觸手可及，壞習慣變得高不可攀，自律就會變成一件自然流淌嘅事。各位一直聽緊我把聲嘅朋友，改變從來都唔係一場轟轟烈烈、充滿血淚嘅革命，而係一場你同自己身體、心靈嘅溫柔和解。你今日做唔到完美，真係一點都唔緊要。只要你依家肯放低手機，合埋雙眼，好好淡睡一覺，你其實就已經響度實踐緊愛護身體嘅原子習慣。世界好大，步伐好快，但你可以有屬於自己嘅節奏。每日進步一點點，微小嘅沙粒，終有一日會聚成屬於你內心嘅綠洲。好啦，今晚嘅深夜讀書分享就到呢度。希望我把聲今晚可以溫柔地陪你發個好夢。聽日醒嚟，生活又會是全新嘅一頁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埋個鐘仔。下次有新影片可以再通知你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